第一日，神造了光和光體。一，請細讀以下經文：創世記1章1至5節，同埋14至19節。起初神創造天地，地是空虛混沌，深淵上面一片黑暗。神的靈運行在水面上。神說：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於是神就把光和暗分開。神稱光為晝，稱暗為夜，有晚上，有早晨，這是第一日。神說：天上要有光體來分晝夜，讓他們作記號，定季節、日子、年份。他們要在天空發光，照在地上。事就這樣成了。於是神造了2個大光體，大的管晝，小的管夜，又造了星辰。神把這些光體擺列在天空，照在地上，管理晝夜，分別光暗。神看為好的，有晚上，有早晨，這是第4日。2，神造了光和光體。第一日及第4日。聖經第1卷創世記開首，記載咗神造天地嘅來歷。創世記1章1節係一句標題，起初神創造天地。由1章2節至到2章3節係神創造天地嘅過程同埋內容。然而，創世記並唔係一卷以科學嘅態度嚟探索天地始末嘅書卷，佢由始至終都係一卷有關宗教同埋信仰嘅書卷。因此，創世記係要藉敘述神嘅創造嚟去表達出呢位創造天地嘅神係一位點樣嘅神，佢同我哋嘅關係係點樣嘅呢？神創造天地第一件事就係做了光，呢個係神第一日嘅創造。光稱為白晝，黑暗則成了夜晚。到咗第4日，經文再次提到創造光體，大嘅光體管白晝，小嘅光體管夜晚，分別用作管理晝夜，作為光明與黑暗嘅記號。因此，神嘅創造喺第一日同埋第4日嘅集中點係於光同埋暗之上。黑暗喺第一日嘅創造中佔有非常突出嘅位置。喺第一日嘅創造中，3至5節記載神3個連串嘅行動：神說、神看同埋神分開。中文聖經接住記載神稱光為晝，稱暗為夜，係對稱嘅描述。可是喺希伯來文聖經之中，呢度係毫不對稱嘅。神稱光為晝，那麼黑暗呢？神稱之為夜晚。呢句子之中，明顯道出黑暗先至係問題嘅焦點所在。希伯來文黑暗有住產生邪惡嘅力量，使到人不安，而夜晚卻係使人安然寧靜咁樣去休息。神喺創造之中用光將原屬恐怖、幽暗、猙獰嘅黑暗轉化成為使人可以安睡休息嘅夜晚。3. 思考反省，神為何唔把黑暗完全消除，使到人只係活在光中？係咪暗示黑暗喺神嘅手中，亦都有佢嘅用處同埋存在嘅價值？就好似缺陷同埋瑕疵，亦都有佢存在嘅意義。實際嘅情況我哋並唔完全明白，但係有一件事就係我哋唔會否認嘅，就係我哋活喺一個並唔完美嘅世界之中，到處都存在住恐怖、不安、幽暗嘅事情。但神喺佢嘅創造嘅工作裏邊，就顯示咗佢可將令人不安嘅黑暗轉化成為可以使到人安睡嘅夜晚。呢個豈不正是我哋社會嘅寫照嗎？唔同嘅人一齊去面對漆黑嘅深夜，有人因為黑暗而害怕、不安、焦慮，亦都有人因所倚靠嘅神而能夠視之為夜晚，處之泰然。神既然能夠轉化黑暗為夜晚，亦都能夠轉化我哋生命中嘅黑暗為夜晚，從不安、害怕變為安然、平
平靜。呢個正係創世記嘅作者要透過敘述神嘅創造，向信靠耶和華上帝嘅人所傳遞嘅信息。4. 默想禱告。黑暗總係令人感到不安同埋恐懼啊，但係黑暗卻係被神嘅大能轉化為安寧嘅夜晚。佢冇把黑暗除去，而係轉化。有時喺禱告之中，祈求神為我哋除去某啲我哋視之為屬於黑暗嘅東西。如果禱告耐咗唔見神嘅回覆，可能我哋所需要嘅唔係除掉，而係轉化。神嘅力量唔限於使到冇變為有，更在於轉化。你係咪需要神轉化，更新你生命中嘅黑暗，使之成為夜晚？默想一下，喺你嘅生命中有乜嘢東西、經歷、人事等係你認為屬於黑暗嘅呢？如果呢個係你面對真實嘅生活唔可能避免嘅話，你願意神轉化你嘅生命、你嘅個性、你嘅經歷、你嘅關係？安靜咁樣敞開你嘅心靈，用一啲時間默想，向神表達你嘅禱告，話俾佢聽，你嘅生命需要轉化。